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公部门的霸凌，唔是劳动部一件尔。台北市社会局某职员出面来指控，讲因科室有一个股长三不五时就发性地嚷甲大细声，搁来写公文，而且常常用口职来威胁到基层的职员。针对这科室的霸凌，因嘛反映滚解。但是台北市政府的通报系统是3世4世，又搁说倒来原来迄个科室的主管，就参一级的主管拢唔知影这霸凌的代志。看到劳动部那位同仁的语录，我觉得很伤心，所以我不能再讲下去了。目屎擦擦地，就是希望基层公务人员的声音会当被大家听到。台北市社会局两位职员出面控诉，长期靠科室股长凌迟欺负，做工课所在就亲像地狱。动不动就说要把我们送考机会，动不动就会出现摔公文、跨年设置专区、超时加班16个小时，也不顾我们回报说有安全的疑虑，就是不听长官的话，会有不利的影响哦。会被报复哦。试真侪摆，想要透过申诉管道，想要改善做工课环境，不过拍开内部系统，安怎做就是袂当点选其他单位。上面竟然没有办法点辅级的选项，就只能继续留在局内，让我们又是被长官2层决继续摸掉。问题就出伫咧北市府内部申诉系统，权责机关说社会局无法度更改做其他户级单位，可是主管嘛无想要插，甚至甲员工讲，我知影疫情歹，我嘛无法，根本无想要处理。是有内分泌失调的状况，然后后来有很多同事也有跟我倾诉说，他们也是有失眠啊。然后晚上睡不好，然后又有妇科方面的问题，其实都是从太焦虑的上班环境引起。我们11月15号，透过陈情或者是员工的 IRS 系统有接获这样的通报之后，我们就立刻启动关怀小组来介入。职员的身心状况出问题，不过社会局说讲，伫咧15号头一摆接到迄个科室的同事通报，即马有伫咧处理，希望伫咧1个月内完成调查。不过接到真正的市议员林良君嘛讲，社会局迄个科室人员欠了28人，这工作量，这互员工主管伫咧袂下，北市府应该检讨，互基层的公务人员一个安心做工课环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